市區中嘅海鮮專賣店好彩集團恭祝大家好彩連連。要食最好，梗係響鈴好。響鈴仔祝大家馬到功成。飛鷹哥整你嘅，正啊！呢碗叉燒飯食硬你，憑你嘅功夫，你未夠班。有關節痛、扭傷腫痛，飛鷹活絡油，佢含精煉中藥，功夫到家，連老人家嘅骨刺痛都一招收服。活絡油，飛鷹只係真王道。正啊！ Trustech 信誠科技為你愛區隨時充電，祝你馬年一馬當先。恭喜發財！大生超市新春期間超過80間門店照常營業。止咳療痰黑療痰，止咳療痰黑療痰，止咳良方黑療痰，喉嚨不加班一絲即飲黑療痰，小朋友都飲得，有咳有痰飲黑療痰。英姿健 Maxus 祝你馬到功成 ，Maxus 系列35萬九起。同康片祝大家身體健康，笑口常開。有機有機，Keep 起寶祝各位 BB 馬年食得安全，身體健康。孝道係人人心靈明燈，孝順父母，尊敬長輩，前途光明。泰山功德會全民愛心大行動，心靈金句全萬價，知比受更有福。祝福大家生活美滿，家庭幸福。麥當勞祝大家日日 loving it， 時時 loving it，I'm loving it。隨時開台啦！益世家智能麻雀機可以打廣東牌、台灣牌、2人、3人麻雀，拎出街玩都得。過嚟益世家門市試下玩啦！六福珠寶恭祝你馬年行大運，金馬獻寶，福滿全家，六福齊來。大眾銀行香港恭祝全港市民馬年大吉，步步高升。新年好運發發發，維生烏絲有辦法，快啲嚟以下銷售點買啦！開局吹運就梗係要嚟開局啦！正宗港式麻雀，真人線上對打，隨時隨地想玩就玩。18羅漢來報喜，四方財氣自然嚟。66對對胡，日日金飯碗。開局迎運氣，快啲嚟開局啦！日本喇叭牌正路丸祝大家馬年紅，運騰飛，萬事如意。潮州商會祝大家馬到功成，百業興旺。恭喜發財！豪宴飲食集團新春期間全線照常營業。香港優化飛鷹過路遊呈獻中年好聲音4，星期日晚8點翡翠台。對手做咩啊？用凍水洗碗，紅腫都難免嘅。我想送件禮物俾你。呢個係洗碗機，傷晒嘅，做洗碗機整傷㗎。你心中係唔係多少都係在意我㗎？歡樂茶飯，星期3晚9點半，翡翠台。各位，機管局宣布機場2號客運大樓嘅離港設施係5月27號啟用。機管局主席林天福喺機場嘅新春賀歲活動公布有關嘅消息，斥資129億重建嘅2號客運大樓，由舊年9月開始分階段啟用。有旅遊業界相信旅客可以更快咁完成辦理登機手續，令機場嘅整體運作更加暢順。詳情請留意11點3晚間新聞。今日大年初一，有唔少市民去到大埔林村拋寶牒許願祈福。中午過後，林村許願樹下人頭湧湧，你拋佢又拋，人人都希望期望可達到。市民亦都可以嘗試拉頭馬，即使要大排長龍，都要沾沾手氣。新聞提要報道完。馬年到，祝各位小朋友讀書科科馬力全開，成績突飛猛進。新一年祝各位馬到平安，馬上幸福。恭喜發財，祝各位新一年駿馬奔騰，大展宏圖。